山圈vậy đi chỗ này那时候上了很多了，这边呢，整个西面每个村寨的都会举办1天的春游。Here， 在哪？在，我是干嘛的？这是，我瘦了，我得了那个胃病。刚才那个姐姐拿饭吗？他跟我之前关系很好。然后黄色那个。对，那个女孩子。对。他有一个孩子，疫情嘛，怎么说呢？他也不好。如果不是疫情的话，我不要当导游，不用愁。要说我真的，我疫情的时候呢，我生意失败了，是20万，生意失败了27万。哦，生意刀。